半央授权客家名录学展，每日一项语新闻。客家备展会主任备展鼓收费12月4號第8點展府地向參拜府地昨天人民天，感謝大家傳信人民家信用本把之後，3年就去推動展去雙向廣州朗書市場，面向去雙本把關散客總改起得到提供交流方式，由漢縣部客委會客總信用點計劃，客總選拔交流中心興建專案計劃。正式開始出發，古主輩來到美國學校參加客總頒獎搶演及產業店面強勢座談會，認真談客總搶演嘅欣賞，包括分享競爭之後遇到嘅困境，老對客委會嘅期望，透過交流對話清出新嘅改革方法。配通古主輩部門視察把東介入立法備展，老提幫政府團隊，古主輩感謝大家按中樂來參加交流方式，希望中央老提幫繼續溝通合作，製造民眾嘅需要打造天北台九線新基點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展嘅報道，撒下對外交大家基本嘅每日一項語。客總，大家做得起客總就了，大家做得起客總就了。你學背嗎？下禮拜上來了。